Hello，大家好，我係輔政師 Johnny，我係抗病治抑鬱病研究系列嘅作者。我自己本身都係一名既資深又專業嘅抑鬱病病人，患上抑鬱病亦都已經超過30年啦。我去寫抗病治嘅目的就係希望可以徹底解決抑鬱病。上一條片呢，就講咗我遇到嗰個陌生少女之後，我喺學校嘅考試裏邊就作咗一篇關於我同佢相遇嘅一篇嘅文章。呢篇文章裏邊嘅表現呢，就未有一種沉重嘅感覺嘅。未去到有一種唔尋常嘅憂愁、病態嘅憂愁出現嘅。咁今次呢，我就會朗讀1990年3月15日第二篇關於呢一位陌生少女嘅文章。咁喺呢一篇文章裏邊呢，出現嘅表現呢，就會比第一篇係沉重，同埋多咗一份無力同埋憂愁嘅感覺嘅。咁喺嗰個文字面貌上面呢，就比較清楚感覺得到，而亦都係呢一種咁樣嘅比較咧，令到我相信就係我由冇病去到有病，就係喺呢一個時期裏邊出現咯。尤其是係喺早期同埋後期嗰個文字面貌嗰個表現上邊，我有呢種感覺。以下呢，我就會朗讀呢一篇1990年3月嘅文章。咁文章嘅背景呢，就係學校裏邊嘅中文學會，咁就有一個中文周啦，喺學校喺呢個禮拜裏邊就好多關於中文科嘅活動嘅，其中一個活動呢，就係作文比賽。咁呢一篇文章呢，就係喺中文堂裏邊嘅作文堂嘅功課，咁但係嗰個先生呢，就安排埋呢，就係呢一篇功課呢，同樣都係中文作文比賽嘅題目嚟嘅，咁就係同樣呢，就作完之後就攞去交係參加比賽，所以呢篇文章都係喺個課堂裏邊完成嘅。我以下朗讀嘅呢，就係喺抗病治2日記研究抑鬱病的生成惡化和爆發裏邊嘅第一章。咁嗰個章節嗰個部分呢，就係 1.2.3。以下落嚟呢，我就朗讀書裏邊嘅文字啦。1.2.3，一個對我最有影響力的人，暗戀陌生少女版本。情人節表白行動之後嘅一個月，1990年3月15日，喺中文科課堂作文嘅功課裏面，我又為呢一個陌生少女寫低咗以下嘅呢一篇文章。呢一篇文章係呢一段苦戀嘅一個小結，最終都係一無所得，換返嚟嘅就係一身傷痕。以下就係文章嘅全文。一個對我最有影響力的人，我經常諗住自己係一片風，可以隨意地飄，輕浮喺白雲之間，偶然喺6月可以變成為一股強風。其實呢一個只係我嘅藉口嚟嘅啫。現實生活嘅我懶散，做事只係有3分鐘熱度。但係喺某一日嘅下午，嗰一刻嘅衝動，令到我嘅人生產生咗劇變。嗰一日嘅下午，
我放學返屋企，喺街上見到一個人，呢一個人令到我不能自制，嗰種叫人着迷嘅眼神，真係令到我呢一片風要停落嚟。嗰一刻，我內心只係想擁有佢，只係想愛護佢，要佢生活得比任何人都要快樂。呢一個時候，心裏邊嘅感受就係叫呢一片風唔好再飄了，要呢一片風成為令人驚訝嘅烈風。返到屋企之後，當我心靈平靜落嚟，我淨係諗住佢嘅面孔，我幻想住我同佢將來美好嘅生活。但係一諗到呢一度，喺我思潮裏邊突然升起咗一陣嘅震撼，因為我發現喺現實生活裏邊，我懶散，我做事馬虎，返學只係好似應付自己嘅父母咁樣，我同佢又點會有好嘅將來呢？我同佢又點會有好嘅結果呢？佢嘅身影又喺我腦裏邊湧出嚟啦。呢個時候，我冇因為我嘅過去而感到失敗，反而係我喺腦裏邊對住佢，令我產生出好大嘅動力，令我想要為咗我哋嘅將來而奮鬥。呢一次再唔係3分鐘熱度啦。每當我受挫折或者失落嘅時候，只要我去諗下佢嘅面孔，幻想一下將來有嘅美好嘅生活，咁樣我就好似打咗強心針一樣，遇到挫折亦都唔會驚。就係因為佢，我喺學習方面就抱持咗積極嘅態度，凡事都開始尋根問底，唔再懶惰，唔再懶散。呢一切全部都係為咗佢，為咗幻想裏邊嘅未來嘅生活。我只係見到佢一眼，就喺我心裏邊產生咗咁大嘅波瀾，令到我對事情嘅態度都改變咗。但係現實始終都係中意玩弄人、作弄人。我真係只係睇咗佢一眼，見到佢一眼，而喺之後嘅幾個星期，我都冇見過佢。可能佢已經中意咗其他人，可能佢已經搬咗屋，可能過去積極嘅心態，依家已經俾時間沖淡咗啦。積極嘅心沖淡咗之後，返去以前嘅嗰個我，其實冇咩大不了。況且我咁樣都已經過咗10幾年啦。但係一個純潔嘅心靈，懷住無限嘅熱誠同埋希望，俾時間咁樣戲弄法，比起千噸石頭壓喺心頭裏面，仲要痛苦得多。我依家好似比以前更加懶散，過去嘅美夢依家已經變成空白了。一啲比較知心嘅好朋友走嚟問我，點解喺呢個咁短嘅時間裏邊，你好似改變咗咁多咁嘅？呢個時候，我只能夠答佢哋係為咗孝順父母啦。但係我心裏邊好想同佢哋講，因為我深深愛上咗佢，為咗佢，我願意付出我嘅一切。一個對我最有影響力的人，暗戀陌生少女版本，全文完結啊！呢篇文章就係喺1990年3月15日完成嘅。
喺呢一篇1990年3月15日寫嘅文章裏邊咧，我係主要去分析可以睇得到嘅就係我喺呢一個時間裏邊，究竟我嘅身心狀態大概係點樣樣啦。佢可以作為一個文字嘅側面嘅一個嘅觀察。咁喺呢篇文章裏邊所出現嘅我係點樣樣呢？咁喺呢篇文章裏邊出現嘅就係我係毫無動力嘅，而且喺個生活裏邊係漫無目標、漫無目的嘅，都唔知自己為乜嘢。嗰陣時喺個文章裏邊出現到嘅嗰種嘅生活，大概係好鬆散啦，好懶洋洋啦，好馬馬虎虎啦，冇幹勁嘅。咁我亦都講到自己做事係3分鐘熱度啦，冇目標，唔知自己應該要做啲咩嘢啊。咁另一個方面就係、我喺個文章裏邊亦都寫得出一樣嘢，就係我好需要一個目標，而我當其時覺得我嘅目標就係呢一個陌生少女。其實需要一個目標係喺我患抑鬱病裏邊一個好有標誌性嘅一個嘅問題。我似乎係需要一個目標嚟到去刺激我自己身體裏邊嘅力量。如果冇一個目標嘅時候，我好似係完全係冇力咁樣樣，我好似好難去激發我自己身體裏面嘅力量。咁而且確就係患上抑鬱病，冇力冇動力係一個都幾明顯同埋嚴重嘅問題。而喺呢篇文章裏邊嘅第二個情況啦，講出嘅第二個情況就係我開始有一種憂愁。喺呢個文章裏邊講到我嘅憂愁，我未見呢一個女仔出現之前，我係懶洋洋、軟弱無力。見到呢個女仔之後，因為我冇辦法再見到佢，因為我冇辦法去見佢一面，所以呢件事亦都令到我好唔開心。我喺嗰個文章裏邊亦都有咁樣講過，我好快因為見佢唔到，因為冇辦法再見到佢，而冇晒我自己嘅生活嘅動力，而冇晒我自己嘅生活動力，好似比起之前未見到佢之前就更加嚴重。而當我再去回顧翻，去睇翻我之後再寫嘅日記呢，有一件事必須要喺度講嘅，就係當我3月嘅時候寫呢一篇文章，其實我係經歷過2件事啦嚇。咁近嘅就係2月14號嘅時候，我曾經想同佢表白，但係我等佢唔到，佢冇出現啊。而呢件事係令到我有一個好挫敗嘅、好失望嘅咁嘅情況咯。而第2件事亦都唔能夠忽略嘅呢，就係我喺第一次同呢一個陌生少女相遇嘅時候，之後我就係為咗想再見到佢一次，我就每一日嘅放學，或者好多時候嘅放學啦，我都會喺相類近附近嘅時間，大概就係下午4點半前後15分鐘咁啦，我都會出現喺去返我哋相遇嘅嗰個嘅 lift 口去等佢。而呢一個等佢再出現嘅行動，我大概係做咗1-2個月，甚至乎係去到12月都有咁樣繼續再做落去，因為我真係好想再見到佢。但係可以再投入去呢一個情景裏邊去感受一下嘅就係我放學3點鐘放學，
我等到4:3左右去呢一個 lift 口等佢，等唔到，我好失望。嗰一日嘅完結就係好失望。而第二日嘅情況又係重複咁樣，3點鐘放學，我等到4:3，我去嗰個 lift 口度等佢，等到4:9、5點，我又等佢唔到，我第二日又係咁失望。而呢一種去想再見佢，去等佢唔到嘅失望，我係喺大概呢兩三個月裏邊係不斷咁樣重複，不斷咁樣每一日都經歷呢一份嘅失望。所以去到1990年嘅3月，我可以話喺呢一段期間裏邊，我係經常重複呢一個嘅心理嘅歷程，渴望見到佢，好想見佢，去等佢，點知等佢唔到，嗰一日又係好失望咁樣完結，然之後第二日又再重複。呢一個咁嘅心理嘅歷程就係喺見到佢之後嘅9月尾去到2月呢段時間，經常重複。所以喺嗰個文章最後呢，我就話呢一種憂愁嘅痛苦係比起千噸石頭壓在心中還要痛苦得多。呢一種對痛苦嘅描述喺我1989年11月嗰篇文章係冇出現過呢一種痛苦嘅描述。而去到3月嘅時候，呢一種痛苦嘅描述係出現喺我嘅文字裏邊。可以話呢一個咁嘅經歷，長時間嘅失落，長時間渴望嘅落空，就變成為後期嘅憂愁。所以我話呢篇文章所反映到1990年3月時候我自己嘅身心狀態係有一個好重要嘅意義。咁今日我同大家嘅分享就去到呢一度啦，多謝大家收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研究抑鬱病，支持我繼續寫，支持我出版，支持我往後嘅交流嘅活動。而最後我就希望徹底解決抑鬱病呢個願望可以早日達成。多謝大家收聽，下次再見，拜拜。